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港聞快快脆。葵涌貨車行駛中突落尾板啊！突然間放個尾板落嚟，做乜鬼嘢咧？開下車嘅喎，行駛途中喎，跟住之後咧，隨後司機就應急即係喺後邊個司機喂，即刻入後波，喂褪啊！喂，好彩真係有位褪啫，冇位褪，司機就話我硬食噶啦，大佬。咁塊尾板咁樣拍落嚟。硬色冇位褪都褪噶啦，講真啦，你拍瓜我一陣間，係嗰塊尾板你知又薄又硬又尖咁樣噶，冇位褪我都照褪最多懟後邊個頭都唔好撞到我真係危險好牙煙，睇睇詳細新聞報道。唔該晒主持人，喺正式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記得俾個 like 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分享俾你哋嘅朋友。有咩意見或者想我哋討論嘅議題，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哋知。葵涌貨車停燈位期間突然落尾板，尾隨司機狂喝冇反應，急倒車逃生，差啲硬食。各位觀眾，行車路上真係乜嘢危險情況都有可能發生。5月27號下晝，葵涌興芳路發生一單離譜事件。一架密斗貨車停喺燈位期間，突然放下尾板，尾隨嘅貨車司機見狀狂響台示警，但係對方司機完全冇反應，尾隨司機只好即刻倒車避開。好彩後面冇車，否則一定被尾板拍扁。肇事貨車之後仲要喺尾板放平嘅情況下，繼續行車大約200米，先至緩緩收起尾板。尾隨司機事後將車 cam 片上載到社交媒體，鬧爆對方隨時累死人。今日我哋就同大家詳細報道呢一單貨車落尾板事件，分析危險性同法律責任，仲有網民嘅熱烈反應。先講返事發經過，讀者阿傑提供車 cam 錄影，憶述事件。尋日下晝4點40分左右，佢駕駛一架中型貨車沿葵涌興芳路往青衣方向行駛，去到葵福路交界處，佢停低等燈位。前面有一架密斗貨車，突然喺停燈位期間緩緩放下尾板。阿傑見狀，立即響台提醒對方司機，佢話我同佢。對方司機佢停一停，以為佢知，點知仲繼續落尾板繼續下降。阿傑擔心會被尾板擊中，唯有即刻倒車騰出空間避開。阿傑描述佢多次響號，對方司機都冇反應，好彩佢車後當時冇其他車輛，有足夠空間倒後先至避過一劫。佢話如果後面冇圍退，我就硬食硬食即係硬生生被擊中。之後交通燈轉綠，肇事貨車竟然若無其事咁喺尾板放平嘅情況下繼續前行。阿傑估計可能係旁邊其他車輛提醒肇事司機，佢行出大約200米之後先至緩緩收起尾板。阿傑事後將車 cam 片上載到社交媒體，留言話隨時累死人，好彩我後面冇車，入個後波後車，如果唔係架車就俾佢塊板拍扁。從車 cam 片可以見到，肇事密斗貨車嘅尾板完全放平，伸出車尾好長一段距離。如果尾隨嘅阿傑唔係及時倒車，佢架車嘅車頭肯定會被尾板直接拍中。喺行車期間，尾板仲要係金屬製，撞擊力足以令車頭嚴重損毀，甚至插穿擋風玻璃，司機可能重傷。而且尾板放平之後，遮擋咗貨車嘅車尾燈。其他道路使用者難以判斷貨車嘅剎車同轉彎意圖，增加撞車風險。點解貨車司機會喺行車期間落尾板？可能有幾個原因。第一，司機疏忽，司機可能誤觸尾板開關掣，或者以為自己已經停定，其實仲喺行車線，又或者掛住做其他嘢，例如睇電話、校音響，冇為意尾板正在下降。第二，機件故障。尾板嘅液壓系統或者電路可能出現故障，導致尾板無故下降。如果係咁，架貨車需要即時維修，唔應該繼續行駛。第三，貨物問題，司機可能想檢查貨物，但係錯誤選擇咗一個唔安全嘅地點，例如喺馬路中心，同時間停燈位嗰幾十秒。無論原因係乜，喺行車期間落尾板都係極度危險嘅行為。第一，危險駕駛根據道路交通條例，如果司機嘅駕駛行為遠低於合格駕駛者嘅合理標準，而且對他人構成危險，可被控危險駕駛。喺行車期間落尾板，明顯係危險行為，罪成可處罰款2.5萬蚊同監禁3年。第二，唔小心駕駛，如果法庭認為證據唔足以證明危險，都可能控以不小心駕駛，罰款5000蚊同埋監禁6個月。
第三，車輛構造同保養規例，尾板屬於車輛嘅一部分。如果因為機件故障而無故下降，司機可能違反相關規例，可被罰款同扣分。第四，民事賠償，如果尾板擊中阿傑嘅貨車，肇事司機需要賠償所有維修費以及阿傑嘅營業損失。如果架車要維修幾日冇得開工，呢段車 cam 片喺網上引發極大迴響，尤其係 Facebook 群組同討論區，網民嘅反應非常熱烈。有網民鬧爆貨車司機揸貨車咁唔小心，想害死人咩？尾板咁大都睇唔到，咁佢係咪盲㗎？如果後面有電單車，肯定成個人被掃低。呢啲司機應該要停牌再培訓。有網民慶幸尾隨司機冇事，好彩後面冇車。如果唔係，退無可退，實硬食。尾隨司機反應快，即刻倒車救翻自己一命。呢啲意外真係避無可避，好彩佢好運。有網民質疑架貨車係咪基建故障？如果係，點解仲可以行多200米先收板？司機可能掛住傾電話，完全冇留意路面情況。旁邊嘅車提佢先知，即係佢一路上都冇睇側鏡。有網民理性分析，貨車司機應該要接受調查。如果係人為疏忽，要嚴懲；如果係基建故障，要驗車。運輸署應該加強對貨車尾板嘅安全檢查，要求定期維修保養。貨車尾板係方便上落貨物嘅裝置，但係如果使用不當，可以成為致命武器。貨車司機應該注意以下幾點：第一，行車前檢查。出發前檢查尾板係咪已經完全收起並鎖緊，確保唔會喺行車期間意外鬆脫。第二，唔好誤觸開關，將尾板開關掣放喺唔容易誤觸嘅位置，或者加裝保護蓋。行車期間，雙手應該專注喺軚盤，唔好亂掂其他掣。第三，定期維修，定期檢查尾板嘅液壓系統、電路、連接部件，確保運作正常。如果發現異常，立即維修，唔好勉強行駛。第四，如果尾板無故下降，立即打開死火燈，慢慢減速，將車停喺安全位置，例如路肩，然後收起尾板，唔好繼續行駛。第五，教育培訓，公司應該為貨車司機提供安全培訓，教導正確使用尾板嘅方法，以及應急處理程序。好，總結下今日嘅話題，葵涌一架密鬥貨車喺停燈位期間突然落下尾板，尾隨貨車司機狂響台無效，被逼倒車避開，差啲硬食被尾板擊中。肇事貨車之後仲要喺尾板放平嘅情況下，繼續行車大約200米先收起。車 cam 片曝光之後，網民一面倒鬧爆貨車司機，慶幸尾隨司機好彩。呢單事件再次提醒我哋，馬路上嘅危險唔單止嚟自超速、衝燈，仲可能嚟自其他司機嘅疏忽或者機件故障。貨車尾板咁大件、咁重，如果喺行車期間突然落下，足以擊毀後車，甚至造成人命傷亡。希望運輸署同警方可以跟進事件，調查肇事司機係咪涉及危險駕駛。同時，所有貨車司機都應該引以為鑑，出車前檢查尾板，行車期間專心駕駛，唔好累己累人。我諗用一句話總結：葵涌貨車行駛途中突然落尾板，尾隨司機急倒車逃過一劫，差啲硬食。你覺得貨車司機應唔應該被檢控？如果你係尾隨司機，你會點樣反應？好啦，今日嘅港聞快快趣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港聞快快趣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